续来看宜兰有一间中学，每礼拜拢会包代替普悠玛的专车，让学生来通勤。讲1月初4礼拜日迄暝，有一个男乘客将撞起的学生的专车，当场就互砸落来，但是伊无愿意落车，结果有家长硬甲扣落来，双方爆发着冲突。代替讲，这个专车拢经过申请。 若毋是专车的旅客，会加收50%的票价，而且伫后一站都爱落车。大嘴暗的查甫人话甲大细声，伊拖一卡行李箱仔，徛伫普悠玛列车的门口，一直讲客，煞拢客未上车。我不怀疑了，他让我上来了，为什么不挡住我？不要妨碍到学生。什么叫妨碍？ 对车内到月台顶，双方叫叫嚷嚷，前外太查甫人不满风所动，愈来愈激动。原来这帮列车根本就不是伊的车，是学生的专车。老师是跟我说是在南港站上车的，学生来找我去处理，那我就到了前面去，然后我们把他就是说请他在下一站就是要到汐止站的时候下车。既然这间高中礼拜暗时拢会包普悠玛，当作是学校的专车，一路对台北驶到宜兰的火车头。严过礼拜暗时7点多，有民众无细节去坐到，不满地10指红车落车，甲家长起卡动手。因为最近那个北捷的事情，然后就会觉得，会不会他又是另下一个那个嫌犯，所以还是会比较担心。标示说啊，这个是学生包车，那个一般民众不要上去，可能就不会造成这个困扰。民众听到消息，拢真紧张。各卡边讲，车顶的老师甲学生啊，都惊有安全的记录。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要跟台铁要求他们必须要严格管制，因为孩子在上面这个安全的问题，这个是我们所最担心的。代替讲，专车是订完申请，若无买票或者是摕无号票，代替会当卖甲坐。一般旅客若是坐到专车，会加收50%的车钱，而且要求伫后一站倒车。针对冲突，学校也请代替严格管制上车乘客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